继续来看是这个台中石冈仔的热气球嘉年华，今仔日来开幕。这个开幕的贵宾是邀请到2位巴黎奥运的金牌的国手李勇甲林玉婷，因甲台中市长卢秀燕做伙坐这个热气球来升空。李勇讲，手开始会紧张哦，这手拢唱歌，但是整个体验的过程真趣味。 半空中5花10色的热气球，台中石冈仔的热气球嘉年华今仔日正式登场。除了台中市长卢秀燕亲身到场开幕，更邀请到2位巴黎奥运的金牌国手李勇、林玉婷到场，两个人一到位，随后马上包围，要翕相。来，请往后退，谢谢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穿牛仔外套的李勇甲穿白衫的林玉婷，两个人缀卢秀燕做伙坐起哩大型的热气球体验上高空的趣味。降落来了后，李勇讲，其实升起的进程，心内小可紧张。 一直在出糗笑，但我自己觉得有这样的体验，自己对我来讲是蛮好的。包含在，因为我比较怕这个的话，那我在打球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紧张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哦，打球没有这么紧张，那我应该要更专心面对。从来唔捌坐过热气球的林玉婷，这个总算有机会会当初体验，让伊真欢喜。台中解锁初体验，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玩，然后推荐大家。 进前林玉婷讲到未来理想的对象，上重要的一点就是詹教练爱同意。卢秀燕嘛，伫咧接喙讲声笑讲，若是教练要拣对象，就一定爱拣台中人。我要替我们台中人哈来这个讲说，教练如果不同意的话，他不介意台中人，他就卖好多安尼，开玩笑。为期3天的热气球嘉年华，头一天开幕就满满的人潮。主办方台中市府阁邀请到奥运的金牌好手来代言，互规个开幕是阁较有看头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